新北地方法院繼續來審理這個藝人閃撇作弊案。今仔日來傳喚被告陳碧玲甲坤達，伊是承認嘛？陳碧玲講是坤達介紹的，開10萬塊做假病咧，會當閃撇作弊。坤達伊就講啊，這個時間有一點仔久，伊袂記得伊有介紹幾個人做這件代志，但伊有承認伊家己開30萬塊啊，會閃撇作弊啦。坤達承認嘛？這個案爆發出來了，伊的演藝事業啊受到影響，損失幾若千萬。這兩個人今仔日攏當庭認罪啊，要求重輕法樂。翠暗黃條條，藝人坤達穿甲規身軀烏嚕嚕，行入新北地院。有沒有什麼想跟王大陸說的？過半點外鐘，藝人陳碧玲嘛告發，兩人涉閃騙案。新北地院針對第二波名單開準備庭，陳碧玲、坤達當初攏被判2年8個月，今仔日嘛當庭認罪。陳碧玲申請是坤達小介業，付10萬予迄個；坤達是申請付30萬，不過時間過真久，袂記得是誰介紹的啊。陳碧玲律師講，當時伊的事業當地發展，影響力甲即陣袂彼此。坤達律師是講，有鼓勵其他嫌疑人自首。代志發生較大，台言這部已經了1382萬，兩人攏請求減罪處分。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，在這個受到好的學習，然後接下來就會尊重司法，就交由法院全力配合法律程序。謝謝。這當初是坤達接受的。10多年前，找閃騙集團用無正當的手法，互家己免作弊。兩人講會面對過期錯誤，閃騙案費往大陸砍出一大罐的價錢。第5波偵查起訴10個人，包括棒棒糖新聞王儲，卻求判2年2個月。伊申請開30萬閃作弊，不過工團新聞小姐威廉卻抓到時陣，王儲說佇咧媒體面頭前報申請，卻檢方擊斃。藝人深受社會期待，卻因為閃作弊，互濟人看袂落去。